2026年2月28號，美國同以色列突然之間就空襲伊朗。當日美以第一個空襲係早上9點45分，唔夠24小時，喺3月1號嘅凌晨就已經傳出咗伊朗最高領導人哈梅內伊遇襲身亡。特朗普講明話，今次嘅襲擊係要更換伊朗嘅政權。簡單啲講，就係佢想扶植一個親美嘅政府上台。喺特朗普仲好得意自己嘅斬首行動嘅時候，佢唔知道佢呢一個行動反而對伊朗係有利。陰謀論啲咁講，佢係好有可能中咗哈梅內伊一早已經安排好嘅圈套。哈梅內伊喺1939年4月19號出世，今年87歲。外界一直傳佢健康有問題，隨時會有病死嘅可能。以佢呢個高齡，再加上同美國關係緊張，佢一早已經安排好接班人嘅人選，同埋制定好應對美以嘅策略。可以話人始終要死，但係點樣可以死得有價值呢？睇返伊朗嘅社會情況，伊朗長期受到美國制裁，貨幣貶值，物價通脹，引致喺2025年12月份爆發全國大型示威。伊朗政府用武力鎮壓示威者，釀成多人死亡，令到部分民眾強烈不滿，動搖咗伊朗嘅政權。要抵抗美國干預，內部民心係最緊要嘅，人民一定要團結先可以打長久戰。而伊朗現時環境民心動搖，再加上美國步步進逼，人民唔團結嘅話，相信政權好快就瓦解。如果哈梅內伊係自然病死嘅話，係唔會有好大震撼人心嘅力量。但係如果哈梅內伊係俾美國擊斃呢，咁就係為捍衛國家而殉難嘅英雄，咁就會引起民族要團結、要捍衛國家嘅情緒。雖然之前武力鎮壓係失去好多民心，但係大多數伊朗人對美國都係持有負面態度。伊朗人對美國嘅不滿並唔係與生俱來，而係喺過去70多年嚟漫長嘅歷史之中，一次又一次被干預、被出賣、被襲擊，咁樣累積而成嘅。我哋由1951年開始講起，喺1951年，一位深受愛戴嘅民選首相摩薩台上任，佢推動石油國有化，想將英國控制嘅石油資源收歸國有，因為咁樣就激嬲咗英美。喺1953年，美國中情部同埋英國情報機構聯手策動政變，推翻摩薩台，扶植咗親西方嘅巴列維國王重新上台。呢個就係仇恨嘅起點。多數歷史學家同埋主流記載，包括後來美國政府承認，認為摩薩台喺1951年上台，得到咗伊朗議會同埋民族主義力量嘅絕大多數支持，係伊朗歷史上一位真正民選而且具有聲望嘅領導人。對伊朗人嚟講，呢個係美國為咗石油利益粗暴扼殺伊朗民主嘅背叛行為，亦都令佢哋意識到美國係唔可以信任嘅。巴列維上台之後，建立嘅係一個權力高度集中嘅個人專制體制。巴列維雖然宣誓作為立憲君主，但實際上就不斷干預政府，致力將軍隊置於皇室絕對控制之下，作為權力後盾。議會就成為咗擺設，之後嘅議會同埋首相職位完全聽命於國王，首相由國王任免，權力源於國王而非人民。雖然有選舉，但候選人已經受過嚴格嘅篩選。到咗1979年，反美嘅霍梅里領導伊斯蘭革命，推翻巴列維，成立伊朗伊斯蘭共和國，美國就被稱為大撒旦。同年，流亡嘅巴列維就去美國醫病，激怒咗革命派學生，佢哋就佔領美國領事館，扣押52名外交官，長達咗444日，釀成人質危機。呢個事件導致美伊徹底斷交，大使館被佔領嘅屈辱，美國銘記於心。而美國隨後就發動全面嘅制裁。就係咁樣，就開始咗對伊朗經濟長達數十年嘅封鎖。去到1980年代，伊朗同伊拉克爆發戰爭，
美國選擇站喺伊拉克嗰邊，提供大量嘅資金同埋武器俾薩達姆。1988年，美國海軍文森斯號喺伊朗水域將伊朗航空655號航班擊落，飛機上面290個平民，包括66個兒童，全部罹難。美國支持薩達姆，後來甚至允許佢使用化學武器嘅行為，被伊朗視為係想借刀殺人。而擊落客機之後，美國唔單止冇道歉，反而向有功嘅船員授勳，係深深刺痛咗伊朗人嘅民族情感。去到2000年代，經過多年談判，伊朗喺2015年同美、中、俄等6國簽署伊核協議，本來關係一度緩和，但係喺2018年，美國政府單方面撕毀協議，重新啟動極限施壓制裁伊朗。呢個舉動挫敗咗伊朗內部嘅溫和派，強硬派就抬頭啦。佢哋認為即使遵守國際嘅規則，展現誠意，美國都係可以隨時反悔。就係呢件事徹底破壞咗雙方僅存嘅信任基礎。總括嚟講，伊朗人嘅反美情緒源於一種根深蒂固嘅被背叛感同埋受害感，係基於真實發生過嘅歷史事件。所以雖然之前發生過武力鎮壓呢件事，但對大部分人嚟講，即使幾唔滿意個政權，都唔至於要親美。特朗普喺擊斃哈梅內伊之後，喺佢嘅媒體上面呼籲伊朗人民要企出嚟對抗政權。佢呢個招數喺未發生斬首之前都或者仲有效，但係喺斬首之後，伊朗內部嘅氛圍已經轉向咗啦。姑勿論哈梅內伊係咪真係預設咗自己要犧牲，但係兩國交戰，國家最高領導人嘅安全應該係受到最高級別嘅保護。而外界估計哈梅內伊死嘅地方就係喺總統府或者附近。咁緊張嘅局勢，佢竟然仲留喺總統府，而唔係匿藏喺其他地方。有一點值得留意嘅，美國由空襲開始就可以迅速斬首成功，呢件事反映伊朗內部係有唔少嘅內鬼。當然，伊朗呢個地方咁窮，有人為錢出賣國家都唔出奇，但係亦都唔排除係有人因為唔滿意哈梅內伊武力鎮壓示威而出賣佢。所以喺一個國家裏面，民心係好重要㗎。除咗要團結人民之外，喺1980年代長達8年嘅兩伊戰爭，伊朗人高度崇拜殉難嘅觀念。當時伊朗政權將戰爭宣傳為捍衛革命同埋伊斯蘭嘅聖戰，殉難者被尊為神聖榜樣，佢哋嘅家屬亦都享有崇高嘅社會地位。呢種殉難嘅文化深深烙印喺社會記憶之中。有一段網上流出嘅影片，係10年前哈梅內伊同一位小男孩嘅對話。شما اول بزرگ بشید انشالله قدرتون بلند بشه درس بخونید و عالم بشین و انشالله برای اسلام مفید باشید یه 80-90 سالم عمر کنید بعدم شهید بشید影片提到哈梅內伊親身講話，活到80-90歲就可以殉難。呢個唔知道會唔會亦都係佢嘅志願呢？哈梅嘅殉難，第一唔單止可以團結人民，第二被後人敬仰，甚至乎第三，原本最高領導人嘅神職人員係唔可以世襲相傳嘅。但係因為今次哈梅內伊被美國擊斃，佢個仔就被擁護成為接班人，所以種種跡象睇嚟，哈梅內伊死喺美國嘅空襲，比起佢係病死就有價值得多啦。歷史明確顯示，美國用武力去強行改變一個國家嘅政權，只會令到嗰個國家更加亂。以英美扶植上台嘅巴列維國王為例，當年因為策動叛變，已經死咗300至800個伊朗人。值得留意嘅係，冇錯，所有死嘅都係伊朗人，英美只係喺背後策劃。
身為西方代理領袖人嘅巴列維上台之後，就建立咗個人專制嘅體系，並唔係其他人咁諗，以為俾美國統治就係必定有民主。巴列維曾經揚言，民主係西方嘅地域性制度，係唔適用於伊朗。唔單止民主冇進步啊，仲因為被其他國家強行介入，引發起當地人民要保衛國家嘅情緒。於是喺1978年又發動咗一場推翻巴列維國王嘅伊斯蘭革命。呢場革命又死咗3000幾個伊朗人。武力干預嘅呢種行動只會引發當地人對美國嘅反感同埋仇恨，之後就會變成極端恐怖主義，增加全球安全威脅。而且呢種武力嘅介入備受國際法爭議，令到美國喺國際社會中合法性受到質疑，損害佢嘅道德權威。縱觀今次美以呢個斬首行動，表面上係成功，但係自哈梅內伊被擊斃之後，伊朗人民勢必奮力反抗。雖然哈梅內伊就唔存在喺呢個世界上，但係佢嘅精神就會長留喺伊朗大部分人嘅心裏面。特朗普攻打伊朗嘅表面原因就係話，因為伊朗想發展核武，同埋喺2025年12月嘅時候武力鎮壓示威。特朗普話佢咁樣做只係想幫助伊朗嘅人民，聽落就好似好有道理。咁但係如果調翻轉呢，美國都有核武，而喺2021年嘅時候，特朗普因為唔認輸，示威者就衝入國會山莊，當時火都未放就死咗幾個啦。如果今日係調翻轉，伊朗話因為美國你有核武，同埋喺國會山莊武力鎮壓示威者，所以要攻打美國，咁你話又講唔講得通呢？但係情況唔會咁發生。因為伊朗佢唔係大國，其實說穿了，講到底，點解要攻打伊朗？就係因為伊朗佢唔親美。哈梅內伊嘅仔穆傑塔巴就成為咗接班人，佢老婆同父親都係死喺今次嘅空襲裏面，所以佢上台之後必定會對美國更加強硬。如果美伊唔先停止呢個戰爭，伊朗一定會打落去。所以我上一條片都講過，伊朗同委內瑞拉係唔同，就算用斬首行動都唔會達到效果。大家可以睇返，特朗普話伊朗嘅領導人必須係佢可以接受，咁即係話美國想複製1953年扶植親西方嘅領導人上台嘅呢個歷史。當年策動呢一個計劃係好完美嘅，你係唔能夠唔佩服美國嘅心理戰。大家如果想聽當年美國係用咗啲咩計劃，用咗啲咩心理戰去策動呢個政變嘅話，留言度話俾我聽。未訂閱我頻道嘅朋友，請撳呢個掣就可以免費追蹤我嘅影片啦。